自行2024年2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的征战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士师记第6章33节到第7章22节。迄时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拢聚集，过约旦河，伫亚苏列山谷扎营。上主的神临到基甸，伊就分扫角。阿比以下宗族的人拢聚集军对伊。伊派使者去马拉西全地区，马拉西人就聚集来缀伊。伊阁另外派使者去阿设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地区，遮支族的人嘛拢来会合。基甸对上帝讲：“你若真正应允要通过我解救以色列，我会下规领油门伫5谷场。若简单油门有漏水，涂骹拢焦焦，我就知你要照你的应允，用我解救以色列。”代志果然安尼发生。隔日透早，基甸起来，顺油门，对油门顺一碗甜甜的露水出来。基甸阁对上主讲：“恳求你毋通受气，我阁求一遍就好。求你互我阁用油门试一遍，即遍只有互油门焦焦，涂骹拢有漏水。”迄暝上帝嘛安尼做，油门焦焦，涂骹拢是漏水。耶路巴勒就是基甸甲所有缀伊的人透早起来，伫哈律水泉边扎营。米甸人伫因的北边，瓦群摩利山的山谷扎营。上主对基甸讲：“缀你人伤济，我袂当将米甸人交伫恁的手，才免以色列人对我夸口讲，是阮靠家己刣赢的。你着对人民宣布，若有人惊死，通离开基列山倒去，安尼就有22000人倒去，还剩10000人。”上主对基甸讲：“人还伤济，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，我要伫遐为着你拣一寡人。我甲你讲，倒一人通甲你去，迄人就会当甲你去；我甲你讲倒一个毋通去，迄人就毋通甲你去。”基甸就带人民去到水边。上主对基甸讲：“遐个亲像到用钱水的人徛一边，跪落去啉水的人徛另外一边。用手捧水起来钱的有300人，其他遐个拢跪落去啉水。”上主甲基甸讲：“我要用遮个捧水起来钱的300人解救恁，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其他人拢通倒去因兜。”安尼留落来，迄300人对其他人接粮食甲扫角。基甸就解散其他的以色列人，互因倒去因兜。米甸人扎营伫以色列人下面的山谷。迄暝，上主甲基甸讲：“起来，落去攻打迄个兵营，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。你若毋肯进攻，你甲你的仆人普拉就落去因的兵营。注意听因伫讲甚物，就有胆量落去攻击。”因就甲伊的仆人普拉落去武装部队的营边。规个山谷拢是米甸人、亚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，因亲像草莓遐济。因的路途亲像海边的沙，算袂了。
既然到下时，有一个米甸的兵仔，甲伊的同伴讲伊的梦，讲我梦见一个梦，我看到一个大麦饼过入米甸的兵营，甲一个布片弄倒，布片并链转倒甲边一边。伊的同伴应讲，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囝基甸的刀。上帝已经将米甸人甲全军交伫伊的手。基甸听到迄个人的梦甲解说，就跪拜上帝。伊倒来以色列人的兵营，话讲起来，上主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伫恁的手内。伊就将迄300人分做3队。将扫角甲空翁仔交互因逐个人，翁仔内囥火把。伊甲因讲：恁着看我安怎做，我到营边的时安怎做，恁着照安尼做。我甲遐个甲我做伙去的人分扫角的时，恁着伫营的四围分扫角，搁发为上主为基甸。伫半暝以前，卫兵拄仔换班了后，基甸甲缀伊的100人来到营边，因就分扫角，讲破唱年的翁仔。3队的人拢分扫角，讲破翁仔，倒手举火把，正手举扫角。因大声喊讲：为上主举刀，为基甸举刀。因伫兵营的四围，逐个人徛伫家己的所在，全营的敌军哪发哪逃走。迄300个人分扫角的时，上主互米甸全营的人互相杀来杀去，全营的人拢逃走去西利拉的伯示他，一直到我郡塔巴的阿伯米荷拉。信仰的征战。今仔日是春节连假过后的第一主日，你内心是毋是挣扎？在想讲，敢要去教会做礼拜，还是想要把握机会，搁再好好休困，通好迎接明仔载的工作？对某一寡基督徒来讲，每一个主日可能拢会面对即种信仰的挣扎。总是我相信，多数的基督徒对这一直毋捌迟疑，反倒把握每一遍主日的服侍机会，甲即一天分别做成，归互上帝欢喜敬拜。自从基甸接受上帝的呼召，每当伊照上帝的话得行的时，总是带着谨慎小心的心情。伊深惊误解上帝的旨意，会带予家己和族人极大的伤害。当上帝的灵临到基甸，伊就分扫角，调集以色列逐支族，真紧完成任务。总是出发征战进前，基甸向上帝求一个印证。伊讲：你若真正应允要通过我解救以色列，我会下规领羊毛伫五谷场。若干焦羊毛有露水，涂骹拢焦焦，我就知你要照你的应允，用我解救以色列。毋过，当一切拢照基甸的祈求发生，伊还袂勇敢出击，反倒向上帝求第二个印证，而且即便爱互羊毛焦焦，总是涂骹顶面拢有露水。信仰的挣扎有时阵会互咱想要一而再再而三确认，上帝是毋是安尼甲我讲？
上帝是毋是爱我安尼做？假使上帝将咱所求的印证一一显明，咱是毋是会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咧？对经文通看见，就算上帝的灵降临伫基甸身上，伊内心也有真侪疑虑，希望上帝明确指示伊。今仔日的咱也会有无共程度的信仰挣扎。总是我深信，上帝会时刻甲咱同在。当咱有迟疑的时，伊也要耐心陪伴甲带领咱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第六章描述基甸向上帝求印证，第七章描述上帝彰显大能。当基甸率领众人伫哈律泉边扎营，上帝对伊讲：缀你的人伤济，我袂当将米甸人交伫恁的手，才免以色列人对我夸口讲，是阮靠家己赚赢的。上帝深知人的有限，体贴人的软弱，因为安尼，伊对基甸讲：我要用这个芳水起来钱的300人解救恁，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其他人拢通倒去因兜。若照进前的情况推理，基甸此刻大概真怀疑上帝是毋是会用300人互征战得胜。但是上帝再度发声：你若毋敢进攻，你甲你的仆人普拉就落去因的边营，注意听因伫讲甚物，就胆量落去攻击。伫遮，上帝毋是责备基甸小胆，反倒当是引带伊勇敢向前。相反，咱的信仰虽然有挣扎的时，总是上帝要带领咱赢过一切。默想，当拄着周遭的人伫信仰上有挣扎的时，我是体贴关心，还是责备伊的软正？当拄着周遭的人伫信仰上有挣扎的时，我是体贴关心，还是责备伊的软正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体贴我的软弱，深知我的有限，总是互我应允的印证。求你帮助我度过信仰的挣扎，互我坚定跟对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